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这个房企的消息，龙湖集团11月销售额同比环比均下跌，按年同比减少19%，按月环比跌24%，至84亿元。今年1到11月合同销售额累计930亿，按年同比跌幅42%，也就是说龙湖也扛不住了。11月同环比均是下跌，今年的这个销售额累计下跌50%，应该是差不多腰斩。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很难说一个企业它健康。这个龙湖一直很神秘其他企业纷纷爆雷，纷纷传出这个资金链危机，但是龙湖似乎稳如泰山呢，纸包不住火丑媳妇也要见公婆我们再看这个国际机构对咱们的经济和楼市又有新的看法。首先是标普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跌幅将收窄至5%到10%。标普于最新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内地密集利好政策支持下，202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跌幅将显著收窄，预计将下跌5%到10%，全年销售额将在8.7万亿至9.2万亿元人民币。标普预计说明年1、2线城市商品房交易额将先行止跌企稳，价格企稳或将在2026年达成，企稳前价格仍有5%到8%的下跌空间。3线及下城市在2025年仍将量价齐跌，销售额降幅约15%。第一线城市楼市供需失衡，仍是房地产市场全面企稳的重要掣肘。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普认为明年1、2线城市这个成交额将止跌企稳，1、2线的房价呢2026年能企稳，这中间还要下跌5%到8%。3、4线城市呢2025年继续下跌，量价齐跌，而且还要跌15%。这个高盛说如果没有后续的救市政策，楼市可能会继续下跌2、3年时间，甚至可能跌20%到25%。也就是说，如果后面没有更大的刺激计划，这个救市政策，那么楼市还跌2、3年，还有25%的下跌空间。这是关于楼市的。那关于经济的呢？渣打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4.5%，预期人民银行明年将调低存款准备金10个基点，并于上半年调低7天期逆回购利率20个基点，为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以吸纳国债供应增加。另外，中国将推出更多经济刺激措施，以稳定楼市政策，应对潜在的贸易战影响。渣打又预测，明年经常账盈收缩至本地生产总值的1%，官方财政赤字则扩至本地生产总值的3.5%。通胀方面，预测2024年至2026年分别是0.3%、0.7%、1%。这是渣打银行认为咱们 GDP 明年4.5%。这个惠誉呢调低中国未来2年经济增长预测，2025年预测由原来增长4.5%降至4.3%。这惠誉这几天又把咱们调低了，说2026年只有4.3%调低至4%。惠誉认为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初步出现企稳迹象，但仍存在持续下行风险。另外，预期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之关税税率会由大约10%增加至35%，所以它要调低咱们的GDP 由4.5%调到4.3%。总之这些国外机构对咱们的房地产以及经济这些预测都是不容乐观了。房地产还要下行，房价还要下跌。有媒体报道说，香港二手房价回落，指数继续处于超过8年的低位。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38.38，按周回落0.13%，仍处于2016年9月底以来的低位。四区楼价两升两跌，当中港岛及新界西均升0.29%，九龙按周跌0.74%，新界东跌0.58%。编制指数的机构表示，市场观望气氛浓厚，业主与买家持续拉锯，二手成交清淡，相信短期楼价继续反复，仍未能摆脱僵局。也就是香港的楼市自从今年2月底全面撤辣以后，基本上还是在下跌的，只有10月份稍微稳了一下，10月份继续下跌。这个从最近这个很多艺人卖房也能看出来。昨天周润发把他自己的这个豪宅山顶阳光花园一栋别墅以1.9
1.95亿的价格挂在中介那儿卖。周润发把自己持有了14年的一个物业，也是他名下最贵的一个物业拿出来卖。关键是啊，根据这个香港信报报道啊，周润发是向下让价2500万，也就是降价11%往出甩卖。香港信报说，二手楼价降价潮席卷娱乐圈，就是娱乐圈这些人拿的房子现在都往出卖，都是降价往出卖，那对香港的二手楼价那不就是巨大的压力吗？对吧？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啊！香港的楼市走势啊，咱们完全可以借鉴。网上有一个博主啊发了一个微博，说的是惠州啊有一个业主心酸的卖房历程呢。这个惠州的楼市啊也很有意思，咱们也经常介绍。这个博主啊贴了一张惠州某套房子挂牌成交情况，根据他贴出来这个挂牌成交情况啊，他是21年高点的时候牌价是210万，没人买，就挂在中介那儿啊，没人问津。2022年就变成了130万，一下就降了80万，想出手，结果没卖掉。2023年突然媒体中介的宣传小阳春来了，楼市的小阳春呢，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挂的房子从130万一路调到152万，结果到了2023年6月份，这小阳春早早的结束了。这位业主一看这形势又不对呀，房子连问的人都没有，所以他又要降价啊，降回到130万。转折点到了2023年国庆节，那个金九银十啊，本来正好要救楼市啊，本来趁机要涨一把，结果没涨，他那套房子价格击穿到100万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因为惠州啊实际上严格的在控制房价，对吧？不希望房价跌得太快，新房啊，但是那个在惠州开发楼盘的国企啊，人家可不管这个，一看这个惠州的楼市不行，人家要降价放盘跑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保利，央企保利啊，他根据备案价直接打5折卖房。我记得咱们节目还介绍过，我说保利缺钱，他在惠州的项目直接打5折抛，这一下让这个惠州地方政府啊，叫住建局，还责令这个保利啊整改。但是啊，因为这个央企抢跑，给市场造成的信心打击是非常大。这位业主挂牌100万之后啊，仍然没人问津。据说现在啊，挂牌59万卖掉了。2024年8月10号，房源成交均价59万，声称的从最高价210万一直降到59万，什么概念？打了3折都不到啊！这是惠州楼市啊，就这么惨。最近啊，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表明，说拥有住房寿命更长，年轻人买房可延寿4个月。大家看视频啊。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成年早期拥有自己的住房，能够让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延长约4个月。这说明住自己的房子而不是租房住，不仅有助于积累财富，还与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有关。研究中，科学家使用了美国1920年和194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在24岁至35岁之间拥有住房的美国成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得出以上结果。因此可以说，拥有住房的其他价值远超财产本身的价值。我记得前几天咱们节目也介绍过，我记得当时说是澳大利亚一个什么大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有房子的人寿命比没有房子的买房住的比那个租房住的平均寿命要长。今天又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表明，不知道是不是房产中介啊搞的这些鬼。至少你现在要在中国买房，你很难说你的寿命能延长4个月，对吧？你会焦虑啊，你会操心啊，你担心下岗，你担心失业，然后你又担心房价要跌。500万买的房子现在变成400万了，400万变300万。刚才那个业主啊210万，最后是59万成交，他的寿命还能延长4个月，这操心这焦虑，头发白了多少啊？在中国你买房买错了一步就是深渊，怎么还能延寿4个月呢？这个说延寿4个月指的是没有压力，对吧？你要么就没有贷款，全款买的房，没有外债，这个你无所谓。还有一种什么呢？就你的贷款虽然有，但是你还贷款根本就不是问题。剩下的人买了房子那不都是煎熬吗？所以说年轻人买房住啊，可延寿4个月，恐怕不适用中国。今天啊，网上有篇文章，是个自媒体叫乐财聚说的啊，说能约出来的客户都买房了，肯割肉的房东都卖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能交易的都已经促成成交了，后面就没有了。有买房意愿的都已经忽悠他买了，有卖房意愿的都已经忽悠他卖了。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最近啊和几个中介朋友聊天过程中，说听到最多一句话就是能约出来的客户都买到房子了，肯降点价的房东
顺利的卖掉房子了。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概括出了如今上海二手房市场的博弈局面。在多轮利好刺激政策出台后，当下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购房者对于价格具备一定的主动权。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主动权正在变小，溢价空间也在快速收窄。主要原因是看房者增多后，市场需求提升，从而让供应方压力有所缓解。根据链家提供的数据，近2个月上海门店带看量持续增加，11月带看量环比增加 7.5%， 单月带看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房东啊，一看来看房的人多了，这个底气也就上来了。底气一上来，你要降得太狠了，他也不乐意，不愿意就范。看房者增多，直接促使交易量提升。整个11月上海二手住房成交 2.4万，环比增 10%， 同比增 75%， 前11月累计网签达到19万套，而去年同期 6.4万套。从交易明细可以发现，上海二手房交易主力城区依然是外环几个新城板块。11月交易量排名全市第一的松江新城，单月成交856套；奉贤新城位列第二，成交629套；嘉定新城排名第三，成交580套。前11月累计排名前3的也是这3个新城板块。为什么呢？这些板块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交，底层原因在于供应量变大。过去10年，上海土地新房市场成交主力便是5大新城，如今自然变成了二手房挂牌主力区域。不少业主想向市区置换，但挂牌量大导致竞争也大，要想快速卖房，只有选择降价。这也就是开头所说的肯降点价的房东卖掉了。数据显示，松江新城11月二手房住宅成交均价 2.75 万每平，前11月均价为 2.89 万每平。奉贤新城11月均价 2.15 万每平，前11月 2.16 万每平。嘉定新城11月均价 2.72 万每平，前11月 2.71 万每平。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你杭州它平均房价还3万，你上海这些什么新城房价只有 2.7 万 2.5 万，所以你说上海要是全面放开限购，会是什么一个景象？恐怕杭州的房价的泡沫被动被挤破。昨天杭州什么武林广场能看见西湖的1000房居然要卖10万一平米，中介说8万，可见这泡沫有多大。可以看到松江新城的成交均价降幅比较明显，但因为样本量不是很大，因此仅做参考。按照经济学规律，在市场出现放量初期，必然是降价的房子跑得最快。如果后续成交量保持，再轮到不降价的房子，市场价格预期此时才会逐步提升，完成从看跌到看涨的转变。他说很明显，现在上海二手房市场还没有形成价格预期转变，但对众多不肯降价的房东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12月交易量仍在继续放大。12月前8天网签7936套，日均接近1000套，全月有望再创新高。这个上海的二手房目前的价格，对吧？基本上还是降价，以价换量。这个和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报道，什么上海的豪宅日光，对吧？5000万一套的，3000万一套的，很快就卖掉了，1天就卖掉，形成了鲜明对比。你看二手房充满了房东和业主之间的这种博弈，互相杀价，只有降价才有这个成交，房东必须要降价，降价的就卖掉了。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上海楼市真实的一面。实际上旧楼市9月底的旧楼市到现在，我们也说过，它这出台这些政策，也就是把一些提前本来在12月1月或者明年2月成交的这个量放到了10月11月，也就是俗话说把韭菜提前收割。合格的韭菜就那么多，一批一批的在涨，你嫌涨得慢，你把后面的韭菜提前割了，那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导致3个月以后，如果你没有新的政策出台，新的政策就是把再远的韭菜再小的韭菜给它提前割。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那3个月以后咱们就跟香港是一样的，这楼市成交还价格都会不敢说暴跌吧，它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跌，因为你提前把这韭菜割了嘛，那你不出台新的政策割后面的韭菜，那你从那个月开始它就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那就房东啊，那就更心慌，没人看房，那他就又得降价，这就是恶性循环，也有可能导致价格加速下跌。我们已经把2025年前2个月的韭菜给割完了，那你说说，到了2025年1月份没有成交，成交量非常低，那你再割3月、4月，或者割2025年6月的韭菜，你就还得出政策。就这个也只有北京、上海有这个条件，因为它政策还没出完，它还可以挤牙膏，再挤一会儿。广州对吧？作为一线城市，它没有什么政策了，它连户籍都放开了，你还有什么政策呢？剩下的政策就是发购房券给钱，所以完全有理由啊，相信这个12月份呢，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其他的城市已经回到了那个救市之前的那个轨道，救市政策也就是起了一个波澜，对吧？在它下降过程中啊，一个波澜。我看很多经济学家啊，很多专家学者一说到2010年的这个叫适当宽松，然后2011年就没提了，就说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那现在过了14年又提适当宽松，那很多人就还很激动啊，说这个是利好，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个你不管怎么说啊，有刻舟求剑的意思。这些专家呀，他的解读啊，那就是刻舟求剑，他不去比较2010年的宽松是什么环境下的宽松，现在的宽松面临着什么背景，就这种常识啊，就你分析问题要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分析，你才能对比啊。你光看政策好像是一样的，一个是宽松，这也是宽松，那两个效果就一样，这太简单了。当时的政策国际环境那还很友好啊，大家想能记得吧？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对吧？咱们当时承担大任呢，当时是美国的次债危机，还记得吧？导致了这个美国衰退，我们是推出了个4万亿吧，当时的口号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那时候还有传言学生超过了师傅，师傅都不会了。那个时候如果年纪大一点还记得，当时咱们虽然说啊遇到世界什么经济危机，但是我们每个人对未来信心那是十足的，一点不受影响。大家记得吧？当时那个各种移动互联网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什么送外卖的，什么共享单车，什么打的，对吧？出行平台，什么抖音啊，都是那个前后啊如后春笋一般的出来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创业那正是高歌猛进啊，拦都拦不住啊，因为太火，所以2011年就开始要稳健，对吧？那个时候国内国外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啊？那时候发生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外因，对吧？不是我们自己问题，是美国它出了问题。现在呢？现在是美国出问题了吗？现在是咱们自己出了问题。现在是咱们自己，对吧？内需有问题，对未来没信心。现在谁还创业啊？你现在看到什么项目啊？大家往里扎呀，没了，外资在撤走。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搞宽松，效果就跟4年前一样啊。所以说，这些经济学家他也不动脑子，就这么忽悠老百姓。咱们现在，对吧？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地缘局势，对吧？面临着贸易战。美国的小院高墙，这些跟10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要一说宽松就激动，就认为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啊，耳熟能详的那些应用，移动互联网的那些程序，那些大厂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你现在能看到什么苗头没有？那个时候虽然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大部分人呢，那都是今天被裁，明天就去抖音、字节跳动上班，上午被裁，下午就去了什么滴滴打车、什么美团。那个时候是互联网企业天天裁人，新浪、搜狐啊，大家就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新闻，天天要裁员，混不下去啊。移动互联网正是兴起，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行业啊。那个时候中国的创业者拿美元基金拿到手软，著名的段子就是那个今日资本的叫徐新吧，给京东投资，好像京东是要多少，刘强东要50亿还要多少？那今日资本的徐新说了50亿不够，我给你加倍，得主动多给。你不说了吗？就是中国的创业者拿钱拿到手软，拿美元呢。你现在呢？那个美团融资都融到了字母都不够用了，多少轮呢？所以说今非昔比了，这些专家学者教授不能再刻舟求剑了，让人笑话。所以要跟这些专家学者反着来。别墅靠大海，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人口突然是断崖式下降，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新生儿一下降，所有的消费不振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中国人最愿意给小孩花钱。你现在小孩少了，你花钱肯定少啊。家里一个小孩那个消费最高，现在你说小孩少了一半，对吧？少了几百万呢？你说这个消费少多少啊？奶粉、尿不湿、早教这些花钱都是大头啊，都没了，你这还怎么刺激消费啊？你老让人买新能源汽车有什么用啊？对吧？然后这些孩子一少，
后面房子也少啊，对房子需求越来越少，所有的教育资源都过剩，老师过剩，对吧？再过10年20年，连马路都过剩，哎，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越来越难，不是越来越容易，所以还是幻想着啊，买套房子，买2套房子，炒房子，什么财富自由，简直荒唐，对吧？未来只有那么几个城市，而且还得是他们的核心区，位置不错的地方，但是房子才有所谓的投资价值，其他地方房子只有住的功能，没有所谓的投资价值，而且流动性越来越差，也就是说你想卖不掉，没人买，大家都有房子，卖你房子干啥？所以你要想变现也很困难。所以咱们一直强调啊，刚需，你得考虑买还是不买。炒房子就算了，那些还在炒房的，还在参与什么抢号、摇号，还指那房子，哎，8万买的，还准备16万卖给谁啊？这心得多大呀！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